万人讲退休的听错为了唔得到主案呢。花样同学会到时会有一对来宾，有意头摆的同学完成梦想。今年係哪一鄉親愛請同學來圓夢呢？都要挨應用評論員能向下展開一場匹配的同學會啦。雖然我離下64歲咧，大家都知我係做體育的，但是呢，我咩一直做小提琴的專家，做差不多20年的，但是呢，我感覺我像30人些人樣，我做的做很多的事情，大家想唔到的事情。我今日來拜訪的一個李太哥啊，如果有才情哦，伊做過建築、醫療器材，開過船堂，還會做樂器。2年前呢，伊還開始研發田野的投入。我相信今日聽錯時的好多幾多，非常好奇哦，我來拜訪伊。李太哥，哎，嗨，我係依榮。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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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道路係動體發的投入係咪？係啊，我哋要檢查看下個味道有冇嚴啊。哦，係哦，安尼如果標準發久啊，投入。哦，我最少要6個月呢，180天呢。哦，係哦，要半年。哦，要半年以上啊。法律19嘅李年賢太哥係新竹關係專門做投油嘅專家，伊做嘅天然烏投油，韓國係全台上下2公路出名。也把李太哥擔任花樣同學會嘅首席員，我得唔得到我家家來演出李太哥嘅年少往事了。呀，你看呀，哎呦，第一次看到投油，呀，不用到昂工。你啊，你看呀，你看呀，這是鹽巴，對吧？你看啊，它有淡淡的小妹啊。哎呀，到我路係。你啊，全部染，冇看那兩啱啱啊，你染嗎？剛剛我試試哈。我吃色啦，好啊，志祥哦。做得，安尼都做得吃色嘞。做得吃色啦，來就哈叫佢幫你吃色啦。我來睇看看。啊，這種那種。千蟲啦，公羊啦。哇，真的嘞，麻煩的。哎，可是你拿得好輕鬆哦，個都會強呢。很厲害，我剛剛真的嚇到，怎麼那麼重啊？很重啊，真不重。所以我哋啊，喺如果颱風啊，颱風落水全部唔驚啊，全部不用咧。哦，真緊咧。唔驚佢個係啊。吃色。唔得吃色啦。哇，我帶你吃色真緊咧，生透肉啊。生嘅透肉。係，生嘅透肉嚟。哎，哦，係啊，我肉本看啊。哇，很香哦，好香哦，有聞到嗎？哎，它這個琥珀色，哎，哇，好漂亮哦！哎，你皮寬還是低？哎，哦，哦，會香呢。你吃碎啲啦，你吃碎啲啦。迄鹹啊，係甜啊？有鹹有甜。有鹹有甜。第二是睇有老染天，冇不用糖嘅哦。哦，冇用糖，對，佢分解出來其實會甜味甜。哦，現在蠻乾的，從哦。哎呀，田野的做法同一般的投油有乜嘅冇共用？當然冇共用啊。係啊。那啲哦，我等下帶你看，我就頭開始做出來的。好啊好啊，咁人嚟看，睇地杯係咪？係在地杯。哦，好啊好，咁人嚟。好，好，來。有芋頭誒。係啊，芋頭啊。係啊，一片係睇煮過誒，你係煮好誒，煮好誒。哦，好香哦。你吃看啊，你吃看啊。這個吃啊。吃啦，請老師咯，甜，有啲甜味哈。你啊睇會係樣嘢，我當日哈都要煮過用蒸嘅，蒸好你要不用料，不用備料，哦，等下我入廚，真係聽出我入廚啊。真嘅。係啊，睇地杯咩？係在地鋪度啊，係啊。好啊。哦，你啊什麼都備啦。李太哥做嘅投油，伊要求按顏色顏味，而全無愛用黃頭嘅，係用台灣本地嘅烏頭嘅，就傳統老法論用錯。同烏頭嘅細個能拿去蒸出過後嘅烏頭嘅，等於不用冷過後，三輪都加入口權秘法。比方說送我的自取四底度哈，或者自取啊。
做个群系咪？係啊係啊係啊，係多了我说位啊。也应该係當重要嘅一步咯，哦，你最重要嘅一步。最重要。係錯，你喺冇做好40派咧。也係嘛嘅你。喺曲款，你兩個要撒落去。嚟出啲啊，要攪潤。係啊，唔攪款啊。好。最低下要翻上來。哦，好。好，要翻上來，下背要攪上來，特隻體都要有長度。也真見到係數管嘅嗬。你要做了50件哦。真見哦。真見哦可是我剛剛可能辦嘅嗰嘢係喺嗰有啲打。通我唔會通呢，係哦。本來清通哦，你也唔會咧。做田野咧係咪清難嘅都係唔會當實力，數嗰度都係用力。你會進來嗬，進來照顧俺媽媽。我發現到，客家人早晨全部識賣，幫豆腐子係嘛？我是幫喺暗瓜嘛，係啊。我想用食物來去改變嘅，所以我要做天然嘅豆腐。嚇，你味道陪媽媽食啊，你自家做。不過一開始我做豆腐，弄第二用嚟做，那係好嘅喏。哦，我不要啦，我讀太學讀咗1年呢。嚇？係啊。但道味道也係讀太學。係啊，所以我兒子是我的學長，我兒子是我的學長，係啊。係哦。係啊。咁唔弄地講，我做到用嚟嘅長。有算嘛？你見講法就算嘛。第三係用嚟研究咯。哦，我研究了3年哦，日以繼夜哈。哦，去研究，然後試做。嘿，全部係10派鐵啦。係哦。全部10派啊。做研究咯。哦，做了3年。3年。係啊。研究3年。研究3年咯。你研究10派有幾多啊？哦，10派唔低哦，輕多。後來發現問題喺哪呢？發現它的濕度各方面哈，還有攪拌，其實你各個地方全部都是要注意給它細剪。哦，你要攪磨好，你就10派。哦。係，你照顧磨好，然後翻。你叫裝幾多熟嘅？你6熟嘅。6熟嘅啊。係6熟嘅。我唔會查哈，我咧。應該沒有錯吧？應該。味道會做出清天然康健的豆油，經過3年研究、研做、研調整，也可能會按匹配、按吞咽模供用、按香。韓國因為冇加添化學嘅東西，一罐豆油最少要半年來做。按辛苦、按堅持理想嘅李太哥，其實唔前做豆油前，是喺度做勤家喎。頭多李太哥還有講到，你會拉小提琴。小提琴，我做小提琴啊，冇麻煩，做小提琴，請救我人。不管，剛剛還是問李太哥會拿出來，來一下。來好。對啊。你做唔得上來哦。哎呦。來一下好唔好？我愛彈一下。試下啦，好唔好？試下啦，冇做唔得上來哦。no 有可能。李太哥自細都過好音樂，不過因為現實問題，一直到拜老嫩呢，能接觸到小提琴。為到愛學做提琴，而還是天然路頭去到意大利學過，而按有才情又有好手藝，這才真想愛啲一個後生歲月很用嚟過位呢。呀，李太哥啊，真見過有才情哦，會做豆油，會做小提琴，會來小提琴，而家喺做嘛呢？伊睇用迷信呐，伊睇查東西，伊睇做嘛喲？我可能是李太哥。係啊，你怎麼用迷信咯？係啊，我做東西啊，我自家用嘅啊，你做豆油用嘅啊。豆油用嘅，唔自家查哦。係啊，自家裝啊。哇塞，你咁厲害喏！冇啊，那就我媽嘅時節開始會用迷信咧，也可以有個路嘅呢。哦，你係夾10年了。係啊。係啊。我媽嘅時節會用嘅。哦，我高中嘅時節我是會查。高中。係啊，我嘅時節哈，挺流行嘅喇叭褲。哈。知道嘛？學生服呢，哈，是全部自家改。哦，係哦。係啊。你自家會改啊？會啊，是該用是為了喇叭褲，係喇叭褲，係讓學了嘅，你也是剛好都做得用啊。哇，真勁啊，做唔按好講哦。沒好講啦，流行嘛，還是買直筒嘅學生服裝嘛。禮拜一週會呢是做原來的褲子，禮拜二呢是倆喇叭倆會有啊，然後剪它啊，薄它，然後再變成喇叭。下禮拜一呢，哈。
有老茶转有哎，还有那敷腿啊，那敷腿对吧？没有那个茶叶是没有袋子的，很合身哎，永远。很勤劳呢，乱的米礼拜呢哦，按来对啊，大礼拜永远啊。擦个有茶。哎，是永远。流行啊，但是没钱没了紧，爱要做喇叭裤啊，爱拿做相片本看，你看呀，呀头哥你就看到了呀，我们是做一个合唱团哦，你还爱啊？呀哦，系啊，你还用在弹吉他，我吉他用拽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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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啊，然后是创歌啊，永远。哎呦，很过气呢。哦，啊要忙的咯，啲动压机的忙啊。麦克风啊，假的麦克风啊，爱唱歌啊，你也要弹吉他，但是佢冇吉他，系啊，一个贝斯冇。哎呦，嗰家是要拜同学费，请同学歌呢，流行一下。哎，其实我做得啦。你去搞没有过上去？上下看看天时哈，会有一种向往。会吗？对啊，会啊。呀，很可以不？哎，对，不曾做过的总是想做一下看看啊。而且从以前。你看就很喜欢流行的东西。对啊，但是就学生时代嘛，全部做制服啊。压哈了做一堆大叔的流行啊嘞。会不会休息哦？我好想看哦。你干嘛哈？吃宽啊，都对啦，吃宽啊，宽就蛮严，那个感觉。讲起读高中时，让16、17岁嘅后生跳嘅，真经有几多回忆。亚伯嘅同学会，伊打算去从高中嘅系统签进来，强下来完成世界高跳嘅时嘅梦想。伊能够很用那个用嘅呢？到啦。到嘞，哦，提个灯嘞哦。你看我同学才灯哦。哦，我看到哦。哎呀啊，真的。一对嘛。哎呀，那来介绍哈，这是我们主持人易容，这个徐聪富。哎，大家好。哎，这个是徐龙。哦，也是徐大哥。哎，对，也是，这个也是徐元良。也是徐大哥。弄按度后呢。对啊，我们以前都是同班的同学。哦。我们有40年冇來，好好。40年喎。睇下盧溪陶人言嚇。全部本地人，全部都。哦。今年邊一個係要進來嚇？一般般有啦。我落嚟是多了一點嘅，你都唔識落去。係啊，李大哥講以網頁去。因為我第一次來，我是請白馬山莊啊，你在那我找不到，你知道嗎？哦。哎。然後你看盧溪市內啊？全部市內的。我們上過課，這一棟我們上。哦，這一棟。哦，其他全部市內。以前教官有很嚴嗎？學校有很嚴嗎？我們校規非常的嚴。真的哦。校規我都忘記了，校規是怎麼樣？校規啊。考試不能作弊。哦，這個現在還是。談戀愛。不能談戀愛。不能打架。違反其一，退學處分。談戀愛。不能談戀愛。不能打架。違反其一，退學處分。沒有。談戀愛就退學。退學了。談戀愛就退學了。哇，一作弊也是馬上退學。對，馬上退學。二話不說就退學。對。看這樣就知道是舊的。舊的，這個是舊的。可是我看到那個蔣公圖像，我就有一點記得。對。事業太過行體離開40年嘅高中教研杜康，明顯嘅當年呢讀書歲月，我鬼從有看到嘅當年嘅事業，係唔記頭天，又對未來充滿期待嘅高中少年。那你們下課都是做什麼嘞？那時候高速公路在施工嘛。沒事就看着高速公路在施工。施工有什麼好看的？跟車子來來往往的啊，很壯觀。對啊。哦，以前是在這個草地上哈，這個草。對啊。哦，草地還是有的，好奇妙的下課活動啊。運動會的話，我們都是排在這裡，排在這裡。有帶畢業紀念冊。
无简单哦。哇，都是我看哦，加他我是嘅训导他改的秘密哦。要555係嘛？ 305班班3个5班3個5班嚟哦。人家接触班吼，看来的李日新就比较厉害哦。誒，安后生麻将哎哎哦，呀，你看，一定要审查的个三個徐大哥，这条了，醫生他個交情全部清楚，哦，全部除了讀書以外，哦，他個出去了，哦，全部基本上有那個大家的願望啊，那個全部有。哇，女生的夢想是雅安德倫，剛剛能加他哦，男生的夢想還蠻林青霞还有珍珍，真啊，对不对？秦文正、秦祥林，秦祥林，嗯哎，对对对。你們那時候拍照都會有什麼？會有什麼？頂多是說，那哎，徐师傅来试一下看看，要試一下，有石頭，有石頭，帥！那西路也再来一次啊，試一下，試一下。哎呦，對，要看遠方。但是還有什麼？還有高低哦。这样老氣啊！還有嗎？这樣子夠潮，對不對？還有什麼？那有没有更潮的？原諒大哥，以前的叉腰，叉腰，哦，還有叉腰。小衣，哦。所以李小龍是什麼姿勢？李小龍就是雙截棍。講到讀高中時期嘅流行水影，是泰國講到是粒粒棍。今日雖然上嘅60，係有機會後來變超男大叔，大家都興趣錯的鬼殺術，臨時開始鍛鍊自家嘅體能，想要睇到青壯嘅體態。来，现在大家你看这个单杠怎么样？哦，這個單槓的話，我跟你講，你可以做幾下？習從富啊，他可以每天300下，每天做300下，每天300下。哇哦，真的哦。我每年200下。哦，啊你呢？我湊兒子喊100下。这样，来，我们先做一下软身操，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来，1、2，甩一下手，4，哎，还有这个，哎，这个，1、2、3、4，1、2、3，好，谁先上？一起來吧，一起來哦，300下的。我先讓你們來，我先上，来，你一個一個上，不能撐太久。好，哎，這可以。我做這個，我就會做比較多下啦。來，你看哈，這個，來，再來，這樣算不算？行，好了，看還是最厲害。他最厲害，他可以。哇，這個70歲的人，哦，哇，還真的，哦，哇，勉強還可以做。哦。一拳泰國話之前佢小可啊，可以能男神看到笑到會奶唔好。唔過呢，一講到去變身吼，變做時尚潮阿叔，而能真嘅非常認真哦。吼講愛男神如論男神，吼講愛訓練模，如果馬上如演好啊，故說係非常上愛啲，而能睇按你斷槍訓練過後，最尾會變做用嚟嘅用嘅。伊能為到愛改變體態，因鍛鍊自家，真經係有勇氣又有力，真有唔認輸嘅精神。我哋希望請專家來統一到泰國聽量身改錯嘅健身房嘅專業指導，如何變成嘅頭一步哦。這個我們現在健身房都聯絡好了啊，今天可要加油改變我們的我們的身形哦，啊，要縮小腹哦，哦，好不好？我們就進去了。好，行。啊哇，好多人哦，哇，好熱鬧啊！健身，哎，要不要試試看？那我們就上去試試看，試試看嗎？好啊，那我自己抬，你可以試試看，試試看，騎上去看看。好，上去。今天的健身房呢，其實真的是我第一次到健身房來。一進來的時候有點好奇了哦，因為很久沒有來。但是當我們試過幾種器材以後，覺得沒什麼啊，還算是蠻輕鬆的啦，有點臭屁哦。雖然年紀大，但是我不覺得有困難，真的不覺得有困難。今天這個運動，我想
我们也是期待说这个运动能够对我们这样往后这个要拍照的时候会有所帮助。心目中的潮男哦，我一直想到会不会像嬉皮那样的，然后心里有一点坎坷不安哈，然后呢，还好有我们今天这些同学呢，然后大家来帮助我的愿望呢，我也很谢谢他们，但是我还是很期待，我想象不出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潮男。有希望有像秦汉那种帅气的那种感觉。秦祥林啊，哦，试试看吧，应该可以啊，有信心。应该差不多吧。教练好，教练好，哎呀，好，上去吧。待会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后脚跟站在我们这边的小方块上。那待会在做的时候呢，你的双手帮我握住我们的金属握片，在这个地方。通常第一个呢会测出是我们的总体重，就是我们刚刚量出来的重量。那第二个呢是肌肉骨骼重，第三个是体脂肪率。那这3个会是在一开始测量的时候，测量机上会显示的。OK， 这样就完成了。好，待会量出来的数据就会像是这样子。OK。那4位大哥，刚刚我们 InBody 检查数据的结果来讲的话呢，我们4位大哥的体脂肪啊，在于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偏高的。这边偏高。对，体脂肪都是属于比较偏高的。2位大哥呢，你们是属于高脂高肌型，就是你们肌量属于高，但体脂肪也相对的比较高。那另外2位大哥呢，是体脂肪高，可是肌量比较偏少。教练屯市嘅體格做專業分析，就以能個人的情形來設計課程，希望短短嘅時間內，好本亦能做出個難做嘅動作，來完成營養師嘅指令。对，这会增加你们的活动度。对，好嘞，脚抬起来，对，身体继续往前，这样就比较不会晃了。OK， 那下一个呢，我们做弓箭步蹲。好，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针对你的核心，还有你的下半身、臀大、腿后、股四，它都会去做带到。下膝，很好，上图，对，哦，感觉肌肉比较松的感觉。对，那至于像我们刚刚做的动作来讲的话呢，我个人会建议啦，既然你在洗完澡之后，或者是你身体比较热的时候去做，因为这时候肌肉会拉得比较松，对，它效果会比较好。那对我们拍照，如果说像这肚子大大的，对不对？要怎样可以把它掩饰掉，然后变成帅男的感觉？第一个，你在做拍照的时候，你要先学会腹式呼吸。哎，像我们呼吸的时候分2种，一个是胸腔，一个是肚子，把气吸到肚子里面。对，好，这时候吐出来，把肚子往下压。对，好，停留在这个部分。好，待会吸气的时候吸到胸腔就好。对，这个时候你肚子看起来就会来的比较小，然后你胸的起伏就会看起来会比较大。然后在站姿的话呢，你的身体可能要稍微微微转一丁丁。哦，不是，你的脚朝那里。对，然后上半身稍微转，上半身身体转。对，然后肚子稍微缩。对，看起来就会显得比较瘦一点了。对，看起来就显得比较瘦一点。帅。对。那站的时候，稍微的让你的腹子往内缩进去，然后肩膀打开，然后你在转的时候，可以让你的正面转在这个区块。这样。对，转到这个区块。身体看起来就来的比较宽，然后腰就会比较细。身体转，身体微微转。好，胸挺出去。对。比较难一点。是说，对，好，挺胸。对，好，这样差不多。放轻松。对。教练，请问一下哈，有没有什么动作看起来又瘦又高？又瘦又高。通常我的拍照方式的话，我会让身体的幅度去往前去做到一个伸展，所以看起来身体会来的比较长。那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会先把手叠起来，对，然后慢慢去往上去做延伸，往上去做延伸，对，让我们的腹直肌去做到一个伸展。好，身体再往外走一点点，身体弯就好，弯就好。对，再换另外一边，再另外一边。OK， 好，慢慢回来，回正。好，这时候把手往下放。哎，好，那这时候你在拍照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起伏就会来的比较顺一点。这个部分的话是做重量训练。这样。对，来，我们先以这台机器为主。那这个主要呢，它是训练我们的胸大肌。哎，那这样会让你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胸看起来的更挺。来，我们先做这边。好，这时候先贴起我们的手把，看有没有贴起到胸线。好，这时候身体挺胸，肩膀往下压。好，1、2、3，吐。对，好，哎，紧这时候挺胸。对，好，下的时候吸。
下的时候吸，再下，好，出来，OK， 好，慢慢推，OK， 休息一下，好，很好 ，OK， 好，对不对？胸部大起来了。这么快？换我了，啊，来。一道泰國身盲健身，希望身體嘅線條加個好看啊！雖然有地位像係臨時能屈腳，不過看伊能健健嘅模式，是一些路妹書本後生人咯。我現過初一年的路愛多誒，最頭先路來對伊能四三人嘅頭拿模型來開始哦。泰國，哎呀，你冇經驗嘅哦，係啊，泰國都冇經驗嘅哦。係啊，韓國也咱們呢有睇訓練係咪？如果我哋去喺健身房跑步，訓練啊，係韓啊，國有冇經驗冇？係啊，韓國真好誒。你用你來到呀，一塊陸地髮型店，好這樣，我就要帶你們 set 一下。這樣哦，好，讓我們變帥啊，哈，變帥啊！好。准熙泰国介紹一下，也還有我們今天的設計師 New，然後還有醫生，要麻煩兩位幫我們的已經很帥的大叔們再變更帥一點。好，那我們是兩位先嘛？有你馬個胸房哦，有沒有什麼想法跟設計師？現在有一點緊張。這劉德華你覺得怎麼樣？劉德華。好。髮型上面你有什麼受限嗎？就不要電棒燙。為什麼？為什麼不要燙？因為我們以前哈，真的也是想改變哈。對。結果就弄個電棒燙。太捲了。結果第二天就死掉。哦。為什麼？因為不敢出去啊。因為你現在的厚度是這邊跟這邊都太厚了，所以會視覺上會一直很想要去看這邊。所以在整個髮型上面，這邊可以你可以再修的再薄一點點，但長度不要改變太多。對，不要電棒。結果這邊剪完以後，這邊電棒燙。那聰富大哥嘞，有什麼想法？怎麼樣？我是剛好換到這個大概是這樣子的，這樣子的髮型，就是不要變化太大，變帥就好。臉型上來講的話，你可以這裡的地方就建議你可以把這邊稍微修順。哇，要如安還有啥？哦，哇，這個很年輕嘞，這種超年輕的。我喜歡。哦，那要不要耳環？耳環也一起嗎？哇！因為我跟徐宗富的髮型比較接近，所以頭髮，所以元良大哥想要總裁啦，也是總裁。這本不是總裁，這本是挑上條的。哦，重量還很多，但是這個如果你真的弄這樣，我真的會覺得這一個等一下我給攝影機看，這個如果元良大哥變這樣，真的很有趣哦。亞哥兄如果醜哦，很好嗎？重量很多的。哇，這個帥氣哦，這個好像還不錯，是這個哦。這個要穿耳洞可能來不及了，就來穿個耳洞。來，我們要記起來，元良大哥可以上次給一樣，演導如何？更寬更薄哈。哎呀，元良大哥啊，剛剛本來決定了，看一看又想要別的。對，每個都好看的，都很好。像這個也 OK 的。我們兩個以前都一起理頭髮的。等一下還要 set 哦。對啊，第一階段而已。聰富大哥嘞？可以，很棒，第一次新的嘗試。哎，不錯。所以你頭髮都沒有往上過，對不對？一直都是讓它順下。這是軟膠，最後再上個軟膠，它的光澤度會比較好。我這邊也不一樣哦。額頭都亮起來了。這個是 fashion 哎。真的。本單嗰度也到泰國怕會唔接受愛改變頭拿模型，乃啲人能顯出的勇敢挑戰。經過專業髮型設計師嘅考試改錯過後，大家聽得到流行又加以後生嘅，唔過人能一身上褲，還愛專業嘅指頭來改錯。CP 泰國，這是 Wesley，然後這是喜恩，謝謝。他們呢，今天就是要幫大家完全要改造成時尚潮男。大哥，他們今天穿了自己最帥的服裝來用。今天是我們家裡最潮的衣服都穿出來了，已經穿出來了。我覺得你們今天很帥，但是我們今天的帥是一個以前的習慣。
那我们今天要让你有一个新的习惯，真的让你更时尚的哦，那再麻烦你了。所以你今天要打破他们的，对，打破他们自己的突破他们自己的内在。我们今天会穿到4个人都不同的定位。哦，真的哦。对，有一个会，我们这一位大哥，我们就把他定位在穿李大哥窄腿裤，因为平常不会吧？你看，他刚刚在车上说他没穿过牛仔裤。对，我们不是穿牛仔裤，我们穿的是窄腿裤，小腿裤。你看我这个一样 A B 裤啊，那种不一样哦。对啊，哇，从来没有超想试过。看的。也打扮嘅衫褲披肩也到，如係前流行嘅新樣式，同泰國人能做慣嘅衫褲真見規模相同，而能會接觸自家嘅改變冇呢？究竟而能會變做哪種類型嘅潮書呢？请问是李来讲一下，这个是谁的？对，这个就是李大哥的，李大哥的。所以是穿粉红色，水粉色的虾子呢。符合他的个性，比较活泼。哦，你有穿过吗？粉红色的。我没有穿过粉红色的。然后搭配的是，哦，这个是背心吗？对，西装背心。哇塞，宝蓝色的西装背心。宝蓝色，太酷了！哇！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搭配一副时尚的墨镜。Oh my god！ 还有这个帽子吗？没错。哇！你会不会很好奇，等一下你会变怎样？就像阿布豆一样。才不会嘞！等一下我一定要看你会变怎么样。然后那元良大哥呢是穿什么？大哥是这里。哦，那大哥我们是配的是吊带。哎，哦，有吊带耶！你的是砖红色的小格子。哇，好看哦！配上一定。哇，也有眼镜哦。哇，好想看。那是不是两位走在路上的画面？真的哎，你们赶快去换，我好想看哦。没错，好，现在去换哦。对呀，哪一个是徐龙大哥的？这是徐龙大哥的。哦，对，也有帽子跟眼镜跟墨镜，没错。超期待。帮大哥搭了一个比较活泼的衬衫。对，是这种哎。我喜欢。你喜欢啊？你平常有穿那么花的吗？不敢。尝试一下。哦，然后今天是牛仔裤系列，对不对？牛仔系列，浅色的牛仔裤。那我们的另外一位大哥呢？这个来帮他搭了一个绅士帽。哇，没错，也有一样有帽子和眼镜。哦，好，所以也是花衬衫系列是吗？对。哦，是浅的花衬衫。哇塞，你有穿过吗？你有穿过这样子的？还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哦，所以也是牛仔裤，对不对？哥哥是配牛仔裤系列的，没错。所以这种感觉你们还觉得还可以，但平常没有这样穿过，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去换衣服喽。好，那我们配件先留着，所以他们换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请第一批，对不对？是李大哥跟元良大哥，请出场。Oh my god！ 太夸张了！哇塞！我以后能跟你一样帅就好了。我觉得是很完美。你有没有很有就是成就感？觉得对呀，你自己有想象到最后效果是这样吗？我们通常是要帮人家造型之前，那我们看到他想要什么画面之前，我们就已经要想到结果了。所以你已经想象是这样子。对，没错。哇塞，那你们自己嘞？觉得非常的压抑。惊艳，很惊艳，自己都很惊艳，对不对？不，感觉有一点超乎想象，而且好像时空变化。真的哦。对啊。你有哪边不习惯的地方吗？你刚刚是不是一直在要皮带？刚刚没皮带的时候，好像裤子要掉下来。对，你知道吗？一觉得屁股都跑出来。还离很远啦。但是这绑起来，感觉好像有绑住，知道吗？他们的色系帮他们做一色系，那都是以粉色跟酒红是一色系，那跳的是蓝色，都是有一点雅痞吗？是雅痞风？我们觉得是一个轻时尚啊。哦，轻时尚，超帅。我们也是可以戴墨镜的。对，墨镜，真的很帅。你看刚下飞机呢，超 fashion。很帅，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这样放在头上真的超级帅，时尚感。真的啊，那你帽子要戴吗？帽子要戴起来，可以稍微戴一下，超帅，味道又不同，很帅耶。来，哥，我帮你戴，就这样就可以了。哇塞，真的很夸张的帅。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不习惯到习惯，我们只要先问自己舒不舒服，用力动感觉一下，包括抬腿。
裤子有掉下来吗？不会，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哦，就是要很舒服。不要只是帅，而是也要舒服。哦，这样以后你们会想要继续这样穿吗？有机会，一定 OK 的。我想要问你们，敢这样穿走出去吗？应该没有问题了。真的哦。对，没错。因为就是很帅嘛，看起来就是很帅，为什么不走出去？对不对？我有一点点畏惧，但是一出去被人家要签名，觉得蛮开心的。真的啊。对，可能哦。真的很帅，我觉得真的超帅的。对。改造完这2位，有没有大家很期待？还有2位，真的我自己都我们来看看。你们也很想看哦，也很好奇。好，那我们另外2位徐大哥请出场。哇塞！帅哦，超时尚哇！而且你这样穿哎，超时尚的，时尚就是要不穿袜子，是不是？对，觉得很开心。真的哦，威斯利讲一下为什么会帮他们这样设计？我们这样的搭配基本上就是说一个简约中带有一点细节，所以本来一件很花的衬衫，那我们把它变压纹就好了。哦，那因为准备入秋嘛，那我们想要让秋天走在路上不会走跟其他休闲画面长一样，所以我们是最时尚的。哦，哇塞，你们穿了感觉如何？徐龙大哥，我穿了以后非常开心，我觉得我也可以穿得那么帅的，其实真不简单。自己有没有吓一跳？吓一跳，真的吗？那你呢？我颠覆了我多年来的那种想象，变得好像很年轻的那种感觉。本来我们潜质就不错了，每一个人都在夸赞我，那太不容易了。我们打从内心看到，还有人说要开心的，对。那你们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吗？还好吗？不会啊，很舒服，因为我们一样可以用力动。他设计师那个都是弹力设计的这个多方面的，所以感觉有没有原本看了觉得OK 吗？但穿上去觉得差别大。拿到我就觉得就觉得应该是这裤子我都想要把它带走2条。真的哦，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穿，对不对？那你以前有这样穿破洞牛仔裤吗？我高中时候就这么穿，那就没有刘德华跟那什么那个，就没有他们的了。真的，我觉得有他们生存的空间。看一下，这个帅吧？这个上海滩来的，上海滩的那个很帅哦，原谅大哥也是哈。我觉得真的很厉害，都挑其实很适合你们呢哈，真的穿起来都是很有趣，在街头非常的吸睛。对啊，真的。男的你们等下这样出去真的不是就我们去考一个那个街头艺人的证照。哇，超帅！看那也到泰國做前路變到暗定先，43人已經對隔壁嘅阿伯變做時尚 model 嘅，看起來也擺改錯已成功呢。也夢計劃嘅最後一步，都係挑戰時尚雜誌封面相片嘅棚內翕相，而能做到突破自家完成咁樣時嘅要求，挑戰成功無呢？泰哥，今仔泰家從頭到腳都識多好嘅吼。係啊。佢說最美嘅幾團，都係二團泰家按煙道嘅用嘅記錄下來。佢說帶泰家來到也係當專業嘅地方哦。當專業嘅地方哦。所以嘿，帶大家來認識一位。嗨，老師好。大哥們，這是黃天仁老師，非常有名的攝影師，都專門拍的是大明星哦。老師，我們今天這些大叔們啊，我們今天是讓他們從頭到腳都 set 都好了。你看，就是穿的都跟平常不一樣。那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建議一下？你覺得？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拍過。你們做過模特？做過模特，素人。素人。等一下的話，我們有幾個給大家參考一下。哦。比如說，可能我會給你一些這些台子啊什麼的。那一些肢體，我們大概等一下我們來參考一下。像雜誌封面有沒有？
你们要不要自己也稍微选择一下？看老师的，我们是怎么安排？我们有练过呢。对，他们有去健身房练哦。过所以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些难的动作，没关系。对啊，没问题，到时候有什么意见大家都可以提供的。好，好吧，大家会很期待。好，谢谢老师，谢谢。那老师他们其实4位大叔都有配件哦，那很好啊。对啊，我们去拿一下配件，可以加分。对，可以加分哦。那我去拿配件，再稍微settle一下，然后再回来。好，中间在里面，好，可以到里面去。太搞可以配件乳提呀哦。对啊。哦，一准批的哦，settle 黑的。今天这个同学会哈，我们要最后要粉墨登场哈，大家加油一下，好，加油，加油！1、2、3，加油！哦，好，请认领这两个配件。好，那我帮大家补个小妆好不好？来，高丽还没有老太港公要怎么拍，姿势比较好看，要怎么样吗？胸，抬头挺胸，小腹，来，同学看一下怎么样？帅，不错啊，没有化过妆啊，第一次化妆，有一个大明星的感觉。许荣，你不要怕上瘾的，每天叫你老婆帮你画。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嘛，也觉得蛮意外的啦，会有这个事情。那刚好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同学啦，义不容辞啦，所以我想说，不管怎么样年纪一大把了啊，年过60，我们就尝试一下吧。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也值得我这一生的记忆，非常棒，非常棒。我当初呢，就打电话给他，对，错了。打电话给徐龙哈，还讲机会难得，人生总是要都是准备体验，人生的初体验，人生就是体验啊。师傅要上场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OK 了 ，OK。哎呦，你画的还不错哎，谢谢对啊。也草本也都该运动中心整个的活动，我觉得最有意思，真正的能够来木主。把这个活动能够调试到最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严格讲起来，就是昨天最辛苦也是最有意义的。等下有哪个姿势啊？还有能听说等下我用到的嘛？有。除了老师讲的嘛，有嘛？像哪个？老师特别就搞带动脚一定要拉长。还有吗？看起来还有给啊，你们松拜有做我们各种请好座位姿势啊。哎呦，你哪一个？拜托，一定要做一下。哪一个？你这帅哦。刚才你还没准备？准备上场啦！准备上场了哦。有没有时间？有。加油！来，好，来。老师，我们的大叔们 settle 好了，可不可以先到这个位置来一下？好，大概看一下每个人。我们都听老师的就好了，听老师的。站一排这样子，好，来，这个帅哥我们坐在这边，来，你也坐那个位置，可以咯。哦，然后侧面一点点来，没有，我一个一个调哈，你的姿势是侧面，向这一边。我向这边。倒是这两个是可以带的。蹲子那规准一样的事情呢。然后你向这边来，对，放轻松，好，对，像那样，对，规准样的。你有点紧张，对不对？那表情就有点，好，所以你要放松，先放松啊，脚一样，这边拉长出来，对，手一样，放松掉，随便放松，方向这样，对，好 ，OK。好，那你这样不错，你的手可以搭他的肩没关系。对，那感觉比较自然一点。啊，你这边的话，来，我们就默契带起来没关系。好，脚不要这样子，是打开的，平行的，对，这样才会比较型男的感觉，真的。好了，那我们可以先试拍一张看看了，还不错哦。好。对呀。蛮有模有样的。真的。好，来，好来，可以咯，我们先试拍咯哈。放松，看我镜头这边，好 ，OK 哦 ，OK， 看一下咯。哇，好厉害哦！不错哦，哇塞，蛮有型的哦，超帅的。你看第一张就成功了，有没有看到？真的，是不是？好，来，我们继续再拍几张哦，自然就好了哈。好，刚刚很好哦，再一张来，非常好，很好哦，可以，非常好。
然后开始可以改变动作咯。改变动作就是说，像你的手不一定要扶在那里。好，可以咯，来一张哈。对，非常好，很好。你的手还是可以扶它，可以用另外一只手。那这一只手可以放口袋，扶在肩膀没关系。这边。对，脚一定要打开哦，嘿。啊，这只手对，肚子要收哦哈。好，可以哦。可以，非常好。脚可以再拉长一点，没关系。前面的，对，好，可以哦，很好。来一张来，可以。表情再放松一点。好，可以哦，很好。你们有看到啊？你们来看一下，超帅的！哇，你看，这个就有气势了，有没有啊？我觉得第一张他的神情这个感觉就很型男，所以我们要在下一张来看，这个不错哦，真的，这个感觉就是有专心在拍照。好，来，我们再来看，现在这一张这个又更好了，这个也不错，完全冇想到做得翕到按好看，係啊。这个录拍到呢？專業是專業，看下翕到喺相片按人頭吼，但都冇想到要按人頭。係啊，係啊，拿出去吼，甲別人下看吼，太假會講話太名聲，出去講伊要跟他簽名。佢是你笑嘅吼。欣赏实在很会啊，实在吼，大咖又演导又松笑知道100%成功啊！我终于知道我老婆没有骗我。她说我比其他金祥女还帅，结果今天真的看到。你们真的太夸张了。端正有氧，唔敢相信六種 F4嘅藝能，演戲運有自信，連王先生美術藝能說到位起。稍後來王先生要求藝能要展現出高中時期嘅青春活力，咪係啱數健身訓練成果嘅時間呢？你哋跳嘅強度同高，鼓手應該都太好，但是有可能老師講跳起來兩隻腳嘅角度啊，用嘅我冇用，那我有戲，鼓手應該更加嚟吃。可以試試看哈。可以了嗎？可以了，我們先簡單的，可以了，先簡單的，好不好？要微笑哈。要微笑嗎？大笑啦！大笑啊！微笑，对，就是现在这样子。我很難微笑。就是现在这样子哈。微笑都大笑。好，来，準備咯，1、2、3。對，有感覺。1、2、3，耶！不用太高，對，這樣就好了。呀，開始講我來的 happy ending，如係咪等我跳起來？我嗰時我看底下睇下跳起來，我來前戲，好多人係睇練，嗰種將演員太高一跳一個高吼，其他人嗰種是把問題。我說嗰種嘅點樣咧 happy ending 嘅相片會上到乜嘅戲？來1、2、3。不夠高，後面的不夠高。1、2、3，耶！有中，耶！有！哦，這張好，耶！其實啦，伊能更加去把嗰個防疫大掃屯，泰國會來手都贏。有，這張全部都有。好，拍得怎麼樣？李大哥，為什麼你會來？我知道這個。哇，老闆娘來了。知道哇，我秀到。給你個驚喜。怎麼會知道？哎，真的假的？你怎麼會？你看我這個樣子。來，快！看一下剛剛拍的。哇，是不是？架勢不錯吧？對，真的是超拍的。跟你平常看到的老公有什麼不一樣？哦，突然。真的，探班讓我太感動了，活力的真的，讓我太感動了。你看到爸爸變這樣有什麼感覺？我覺得好像不一樣的。你覺得這樣好嗎？這樣穿以後可以嗎？還是比較習慣？可以，也會很擔心的。為什麼？太年輕了。那我們3個拍一張好了，要不要？歡樂的，一樣歡樂的，好不好？好，來。
谢你在中间，他们在旁边，刚才叫他们，哎，刚怎么拍的？耶吗？不是，对啊，怎么拍的？哎，然后要喊耶，哎，不错不错。其实哈，我完全没想到，我当时哈有点感动，真的说话都说不出来，怎么关系都特别安然，有没有可能来了位啊？完全没想到哈，为这么好的一个记忆，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制作单位哈，安用心啊，同学喺度大家共下哈，留下亲好的回忆。从来没想过，自己也可以打扮得新潮哈，所以以后大家会看到来哈，叫我曹大叔李日新哦，我还是很年轻，还是很新潮的